好来，乡亲，咱继续要来讲2009年8月初8，莫拉克洪台甲台湾相接的是真正力，是台湾半世纪以来上严重的水灾。当时南台湾做大水，其中高雄甲线的小南川上界凄惨，规粒山崩落来，甲整个庄头总淹去，400外的村民嘛总互请去。10年过去了，华视新闻团队重回莫拉克灾区。 咱来看严的灾民安怎为悲痛当中站起来，展现上互人感动的生命力。2009年8月，莫拉克洪台强风豪雨侵袭台湾，敢若是高雄5港总共落超过2800毫米雨量，造成断桥落海去，山区到处失联。原本这个甲仙便桥已经完全被冲毁了，对岸17公里处就是小林村。连日气候不好，空气直升机直到8月初10才往小南村出发，但是看到是规大片的黄土，传落伫倒位，根本无法度分辨，全部拢互土石流淹去。最后地震队员只有救出40外位受困的村民，山卡临时收容所内面，着急等待家属，期待失望。 无过危险，冲向直升机，一心只求会当转去小南村找亲人。10当前，迄个互人流目屎身影；10当了后，头一次伫华视新闻独家献光。伊是45岁潘尚模，莫拉克带走伊爸母、太太甲2个囡仔，一家口6个人生死分离。毋是讲我厝的人啦，是指我所有内底小南庄的人，我实在足痛苦。 厝伫倒位已经看袂到啊！官方数据小南村381个人死亡，16个人失踪，但是村民统计至少462个人不幸罹难。罹难者家属将此承受着我都放袂记的伤痛。我也想到，我也是厝困袂去，我就车开落到小南底，阮村庄里面，因拢我边啊，我加做我困。 这个位置就是当年小林村的第90，而记得左后方的那一栋房子是附近当年最高的地方，落差差不多有2层楼这么高。不过在88风灾的时候，泥土冲刷下来，将附近全数掩埋，因此它成为现在仅存的一栋建筑物。当来到小南村的原址10当过去啊，占破的土地已经生出绿草甲森林，一点仔拢看袂出，整整是一个热闹美丽部落。 就那拢白地啊，拢土石流，拢白地啊。你那个有破的？无啊，无啊。 72岁的潘罗春美是当年被救出来幸存者之一，规半世人拢伫小南村度过，但是灾难了后，离开川乐原址，住伫离26公里外一间的小南永久后社区，就是惊触动伤心的回忆。你若看到迄粒山崩落。 迄个疼，你都了解我，讲我心属智慧呢，你敢知？啊，我就顺个就加入去舞团啊，跳舞要互看讲啊，阮小南人行出来安尼。经历风灾，小南村民2011年成立大湾舞团。 固定成员大约是20个人，数日舞者对5岁小朋友到70外岁阿公阿嬷拢有。大家用歌舞治疗失去家园甲至亲的痛。大家聚在一起，才有这个力量，让我们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因为外人没有办法去体会到说我们失去那么多的亲人那种心痛。 在舞团里面有得到什么？虽然我失去了父母，可是我找到更多的亲人。别人给我们的爱，跟我们山上家人给我们的爱，我们把爱化成力量，然后去跟别人分享，然后去帮助别人。10当前88风灾夺走小南村400外条的性命，村民被逼全家清散，伫3处异地重建，无变的是小南精神。 村民七大目屎，甲悲伤深埋，努力为活。经过10当，一个一个灿烂的笑容中，展现小南人的人性，甲逆境不屈的生命力。